美国甲菲律宾宣布，伫咧南海联合军演，17000多人参加，是这30年来规模上大的联合操演，压制中国的气力真重。顶一日国防部公布的相片，飞官抢的一块标章，台湾乌hình木小型为年引起讨论。这阵是已经请假对国外去。中国去年人口负成长，印度人口稳定增加。联合国预测上近今年4月中，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成做世界上侪人的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伫咱附近军演昨才结束，但美国甲菲律宾宣布要伫咧南海联合军演3礼拜，会有17000多个军人参加，是因两国30年来规模上大的联合操演，压制中国气力真重。另外，中国军舰即阵毋但破过海峡中线，甚至阁一直咧逼我咱24海里的连接区。互人真烦恼，讲这中国是愈来愈亲门大户，要逼我咱12海里的领海范围。美国、菲律宾12正式宣布，在南海展开3礼拜经边境联合演习。这项年度军事操演有17600个军人参加，人数是去年2倍，也是30年来规模上大的美菲联合操演。第一摆演练海上时段，美菲军演的时间点都是中国宽大军演结束，联手反制中国意味真高。In this, the 38th iteration of Balakatan, Philippine and U.S. forces are coming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approximately 17,600 participants in total, demonstrating our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and to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日本在中国宽大军演期间，保持中共航南山东号演练舰载机起降注意强军动态。日本防卫大臣平田正一也对台海情势表达关切。中国は今回の訓練について、台湾独立分離主義勢力が外部勢力と結託して挑発することに対する重大な警告である旨述べていると承知をしており、中国が台湾問題で妥協をしない姿勢を示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共军在军演期间出动上百架强机交台，海上也强难所剿，尤其强机已经无过海峡中线，强难阁想要冲击台湾24海里的连接区。中军交代消火箭免轻视提悬日头，后代海内海岸威胁国军经营完全地带。甲时阵今年靠守14海里连接区、12海里领海的两大红线。12海里的领海跟24海里的临接区是一个必须要守住的2个阶段的防线嘛。那当然前面还有缓冲区啊，包括像海峡中线或什么的。那共军既然加大在这边的压迫，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往前推到接近中线的部分去对抗他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没有到来去自如的程度。前空军副司令赵元廷指出，中共选启用军演甲海事执法交代，或者建议邀请特约会官等下部队协助，佮向美国组织特约军舰支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演3天，毋但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甚至是一天就派军机91架次绕台，其中有54架次破过海峡中线甲西南、东南空域，破数量上界济纪录。总统蔡英文就表示，中国利用伊代表国家访问友邦过境美国做理由来发动军演，毋是这区域的大国负责任的态度。无论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和国际友人交流，不只是行之有年，更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期待。然而，中国却借此发动军事演习，造成台湾海峡与区域的不稳定，这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任态度。针对中国大规模军演，美军嘛派侦察机、加油机监控，美中各方记录到军机伫咧空中对徛。另外，有一架美军 P8A 海新式巡逻机，今日是出现伫咧绿岛外海，因为关岛敢若1500公尺，专家认为讲，伊是咧收集中国潜水人的情报。中国逐工落来侵扰咱的空域，咱的飞官规年趟天拢要应付紧急升空，应付中国威胁。顶日国防部公布一张相片，这飞官的抢的一块标章是引起讨论。咱详细来看伊的图样，是一只台湾乌形，木一只有摕5青青冠仔的小型维尼，互人认为讲就是咧暗指台湾木中国一群。下骹阁有紧急升空的英文致敬咱的飞官。这标章除了一个版本，佫有飞官线中国鸟形喙皮、军队讲强军的图样。这寡创意的标章拢已经请卡对国外去。国外媒体路透社嘛拢有咧报道，
有一寡网友就咧讨论讲，飞官挂这款标章安尼敢有适当？空军就表示，对会当提升市区的代志，保持开放的态度。经过报备同意，到手边的枪是会当挂其他标章。中共发动宽大军演，大海紧张情势提悬，空军飞行部队全日派兵。军方伫一张相片当中，这飞官的臂章请大家眼光。这台湾乌型拍小型维尼的图案，其实不是军方设计，是桃园一间军事文创礼品店设计。中共从去年8月份扰台到现在，就是不断的对我们的国军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对我们的国防安全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想要借由设计这个徽章来帮国军打打气。头家表示，提中华民国国旗的乌型代表台湾，暗指习近平的小型维尼，手抱的笔管顶悬有象征中国国旗的5青图，用英文写紧急情况下全年无休。这个臂章伫网络红起来，不只受国军兄弟的嘉义，伫民间也比较欠费。对，因为昨天媒体露出之后是有一些订单，那目前库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跟工厂做一个追加，这样。这现象也引起外国媒体关注。路透社指出，乌型拍维尼图已经成做台湾反抗中国打压的上新象征。不过，伫引起讨论了后，空军单位表示，部队官兵若要挂非正式徽章，爱先得到同意。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的国防部长亲身打电话给南韩国防部长，解说网络流传美国监听南韩的文件。南韩的总统府表示，网络情报有被照是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汽车出口表现好，今年1月到2月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加3成7，是9年来头一届超过半导体，嘛是所有出口产品贸易顺差赚上界多。英国《Times》报道，英国基站医师对今日开始罢工4天，超过25万的诊要取消。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田纳西州的众议员顶礼拜投票开除2个议员，但田纳西州其中一个市的市议会委任一个去互开除的做临时议员，该送回去众议院。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引起美国去互泄露的机密文件。埃及的总统2月8计划秘密送4万粒的火箭去给罗西亚，因为埃及是美国伫咧中东关系真好的友子，这项消息是互外界之意外。罗西亚和乌克兰将交换战俘，有迄1年前就去互罗西亚压去的乌克兰军人，即阵总算是互放回去啊。不过这并无代表讲战事要走向和平的迄步。罗西亚即阵有关是咧硬碰乌克兰的巴赫姆特，讲伊已经掌控巴赫姆特75%的土地。有一寡已经撤离的民众，为着要过生活，又愿冒险去前线求救援物资。另外，风声西方国家要甲乌克兰斗3天春季大反攻，即阵乌克兰是出面否认。士兵按几若只马术行落来，罗拜再次交换战俘，罗西亚106个，乌克兰100个。有罗西亚士兵为着会当转厝欢喜流目屎，乌克兰士兵嘛感觉激动。即个会当回国的乌军，包括北镇守顿来刺激南方城市马里坡的兵啊，因伫去年战争拄啊爆发时，就被掠到单。Вдалося повернути додому ще 100 захисників і захисниць, воїни військово-морських сил, нацгвардійці. Серед них, до речі, оборонці Азовсталі. 罗目前也伫巴赫姆特战甲变变着，乌军讲罗西亚采用焦土战术。要空袭毁掉巴赫姆特的乌军基地和建筑物。罗西亚顿内刺激地区首长普希林伫进前公开影片讲，罗西亚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巴赫姆特75%的区域。Ну,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город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пока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то есть еще идут ожесточенные бои в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伫巴赫姆特战区西部数公里外的插索湖岸，民众冒性命伫炮火中捡人道物资。真侪民众是按巴赫姆特所开过来，不过即搭的状况并无较好，过去感觉是炸甲密密麻麻。Уничтожение так же, как и по Бахмуту. Я ехал, что видел, что дома уничтожа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се. Со слезами благодарим их,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罗西亚拜攻击几若乌东前线城市，乌克兰是计划进行春季大反攻。正正传出文件泄露关系西方国家要协助反攻的情报。乌克兰公开否认，
讲这是罗西亚的资讯战来保护这个消息。公视新闻杨岩编译。对1950年联合国开始统计全世界的人口开始，中国的人口就一直是世界上介济。中国甲人口排第二的印度，拢有超过14亿人。不过，中国这几年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就算讲已经开放会当生三体，民众永远唔敢生。中国伫咧去年出现61年来头一届人口负成长，总人口是减少85万人。不过，伫咧印度迄边出事的比率是维持伫咧2%，加上医疗环境改善、死亡率降低，人口的成长率是一直咧加悬。根据联合国预测，上近今年4月中上半今年热人，印度就会超过14亿2000万人，超过中国，行做这世界人口上介济国家。这个退休的劳动人让中国国旗，唱因少年时代捌唱的红色歌曲。想起这首歌响遍街头巷尾的文革时代，中国总人口数领先其他国家真济。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专家的讲法，为1950年有统计数字以来，中国的人口就连续排头一名，到今已经超过70年。总共伫邓小平搁出来掌权推动改革开放加一体化严格限制信用以来，中国总人口排名世界第1个位。嘛无任何一个国家会当挑战，一直到进入21世纪第20年，情况才开始有变化。这离北京几落千公里外，印度北部的阿坎德邦，大阵印度民众跳入河内参加宗教祭庆的活动，为空中翕的画面，都会当看到，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大选前的民众集会，拢会当看到人行人的画面。印度人口伫2001年突破10亿大关，2011年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届人口普查结果，人口总数超过12亿1千万。原定2021年要进行的普查，因为新冠疫情延期。不过人口统计专家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建立统计推测模式，预测上近2023年4月中，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中国，变做世界第1。美联社引述的分析指出，重点不是倒一个国家人口上济，是人口结构。印度的出生率比死亡率较悬，中国拄啊倒饼。随着中国人口持续高龄化，准讲中国伫2013年有条件开放生2胎，2015年全面停止1胎政策，2021年进一步鼓励民众生到第3胎。不过专家是讲，出生率仍降到上低，人口成长率都真歹阁提高，而且印度的人口组成较少年，代表劳动力有成长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会阁较好。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来看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暂时阁出现济委内瑞拉移民，正常要出入境的民众往回拢受到阻碍。另外，最近对北非出发经过地中海要去欧洲的移民船是愈来愈多。因为这条水路是真危险，即阵阁有2只移民船，差不多是1200人掉伫咧大海，等咧等待救援。一只载至少400人的移民船，车到为利比亚出发了后，油料用完，船长弃船等人，漂流伫希腊甲马耳他之间的海峡。船顶有应付自动，高船身大量入水，车到暗发出化救的信号。管辖的马耳他当局指运船附近上船补给食物、饮水甲燃料。目前，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去救。伫这个同时，因也咧进行西西里岛附近另外一只载有800位移民船只的救援任务。领导团体几下摆警告，为利比亚东北部港口上北欧洲的这条航线真危险。也不过，近日春天，犹原有大量北非中东移民为着走离祖国的战乱散车，赌家己的性命。顶礼拜六2天内，意大利海华警卫队已经救起约2000位的移民，将伊送往南佩杜萨岛，当地400人的收容设施，客入1800人。镜头转到美洲，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连接美国德州阿尔帕索的国际大桥，车站出现数十名委内瑞拉移民，因为社群网络流传美国当局特别允准因伫特定的条件之下入境。美国警方用铁丝网络将封锁通道，造成平常经过这条路前往美国工作也是上课的墨西哥公民无法度行，都甲移民发生冤家，对立紧张的局势相关。¿Qué solución nos da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é solución nos da a nosotros que no podemos entrar ahorita? 美国特别宣布，后礼拜起会加紧非法移民的庇护审查。
为5月结束新冠疫情，边境限制先做准备。顶个月底，华利斯城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火警造成40位移民死亡，和等待移民各卡着急。公司新闻协会中评论。泰国的观光大城清迈，甲越南的首都河内，空气污染 PM2.5的指数拢超过标准的20倍，排入全世界空气上界歹的城市前3名。这旅客是员工出门，规身躯拢无爽快，店头家嘛惊讲，游客因为惊空气污染，惊甲唔敢来。清迈天顶蒙蒙蒙，无论是城区的风景，也是远远的山脉，规个拢大蒙。游客相机摕起来难免失望。清迈最近因为森林火灾，国家当地农民烧稻草整理产地，所产生的乌烟严重影响空气品质。8月清迈 PM2.5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世卫标准前方将近20倍。Yeah, I think it feels like warmer, and you can see at the environment that it's dusty. And when you clean your face, well, when I get to the hotel and I clean my face, I see the pads and I'm like, this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dirty. 那游客感觉空气垃圾，当地居民嘛感受空气品质一年比一年搁较差，烦恼会引起过敏还是感情。商店是不满，观光客已经惊甲唔敢来。เจ้าก็รู้สึกกระทบต่อ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เจ้าเพราะอากาศ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บ่ค่อยมีคนแวะเจ้ามันดูวิวมาหัน 若是附近越南首都河内嘛面临同款的困扰，空气污染原因除了烧农业废弃物，市区内也阁有800万台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河内8月 PM2.5超过标准17倍，这个申請帶有新的雞熬厝啊透一來開，煞感覺真無爽快。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hôm nay thì nó về khách quan đấy thì nó ô nhiễm khá nặng. Tại vì mặc dù cái thời tiết của mình nó rất là mát, nhưng mà cái 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thì nó đem lại cho em một cái cảm giác nó không an toàn lắm. 清邁禮拜一排全球前3大空氣污染上嚴重的城市，後來嘛是排前幾名。專家建議這種情形出門上好掛喙罨，同時避免在戶外運動。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若講到穿紅色的衫、藍色的褲，佮8字形喙手的水工工人，真濟人就知影講是咧講電動超級馬里奧。超級馬里奧即陣嘛已經成做電影主角啊！電影放送才無到5天，就已經買3.77億美金的票房，是這紅仔電影票房的新紀錄。超過囡仔人上介介的 Elsa、冰世紀玩意，佮有同款是電動改編的魔獸崛起。甚至佫拍敗今年真情的電影《嚇人3》，現在目前是2023年放送1禮拜播上好的電影。電影業者就認為講，除了囡仔愛看，未少細漢捌拍過電動的人嘛，攏會走去看，所以這馬里奧的票房才好。紅衫藍色吊架褲大片個護手任天堂經典遊戲角色馬里奧，因講是全球電影迷囡仔時代共同記憶。美籍合作超級馬里奧兄弟電影版，搶在國慶節假期放送，全球第一禮拜票房有過3.77億美金，合新台票差不多115億，馬上拍破冰世紀 NG 的109億新台票紀錄，成做第一禮拜票房上讚的動畫電影。喺首映會這一天，為角色馬里奧加瑞奇配音的克里斯普瑞特加查理戴配合角色穿紅色加深綠色的西裝，坐小水港的專車到場。It's very precious to everybody, to you, to me, to everybody who played it from 1985 until now. It's a lot of people. The pressure's on. 为碧琪公主配音的是因为影剧，互伊起名伫全球红起来泰勒乔伊。粉红色赛车中也为碧琪公主特别定制，伊表示进前真烦恼家己演的角色只是需要互英雄救的柔弱公主，啊，不过这部電影會大開眼界。And I was very, very surprised by how much it moved me to see the film. Genuinely. The concept that this is a role model that kids will grow up with, that this is what they'll see not just as leadership, but female leadership. It's incredible. 超級馬里奧兄弟是任天堂公司的經典遊戲，伫1983年出來。內容是香港王國的馬里奧加瑞奇水工工人兄弟要去救互庫巴魔王綁票的碧琪公主。紅白機版本的馬里奧兄弟全球賣超過4000萬份，角色甲遊戲配角攏真足經典，常常被當作致敬的題材。電影版進前的影評口碑其實無出調，毋過觀眾真捧場。互媒體形容影迷大戰影評人，靠懷舊情懷寫
写家人票房纪录。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丹麦有一个艺术家丹坡，拢用回收的茶来创作大型的作品。因为自细汉就对巨人的神话有真侪幻想，所以拢把伊的作品放伫咧树篮内。最近，伊是完成伊的第100尊大仙人形的作品。不过，伊调工无公布这放展览品的位置，邀请大众亲身走入大自然找看卖。伫森林散步，除了感受大自然的美妙，细致唔通拄到巨人，好加在洞穴内底恐怖巨人无走入去真实世界。这由回收的茶壳做的大木条，是44岁丹麦艺术家汤马斯丹坡的作品。伊自细汉听遍北欧神话故事，一直对巨人有一种热爱。2014年开始，利用不必用的茶壳做大型木雕，也决定完成100个木雕的创作计划，为美国、波多黎各、南韩甲德国原野森林深处，这表情活灵灵的大型木雕都伫内底。丹坡最近完成第100个叫做月之母亲的木雕，伊个无公开这个巨人的所在地，邀请朋友为伊过去的作品名牌找线索，搁伫官方网站地图输入位置，最后目标是找到100个巨人。伊带记者去采访的车，搁打转，确保地点未外泄。We have a rule about that every day we have to go out of the forest in a new direction, so we don't create any like muddy path that people could backtrack and then find the sculpture. I hope that my art can be a part of the movement that shows people that trash is not disgusting and it's not worthless and it's not something you should just burn. It's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cherish. The 7 giant trolls stood as tall as the pines. 丹坡的创作生涯伫2020年遭遇严重问题，原本计划伫澳洲甲日本等国完成15个雕像计划，因为疫情煞断去。不过，伊并无停落来，决定伫丹麦做出10个回收材料木雕的想法，得到社群媒体响应，募集材料甲资金，开启另外一段创作旅程。So I think the point of this story is that no matter how dark and depressed it might seem, there's always a way that you can turn that energy upside down and channel it into something positive. 行入去森林深处，才知影大自然的美妙。丹坡用巨人对比人类渺小，希望唤起对自然敬畏之心，也相信结合天地万物的艺术创作，会挽救人心，互地球保育，也搁较侪希望的种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